来继续来看航空公司，即摆是正欠驶无人机的技术，所以是无少同志用真悬的薪水来挖人。像一个伫咧云南会已经工作5年的飞行调查官，一个月薪水10万块，最近跳到星宇航空了，讲这个薪水加3倍。 200到300公尺，200到300。云安会调查官详细检查现场，要调查飞行的过程是倒一个环节出问题。这飞行调查官大部分拢有飞行的执照，嘛爱有空军飞安官证明，严格刷去互航空公司关键薪水升去。航空的部分跟水陆的部分的驾驶员其实是非常的欠缺。运安会最近会有一个调查官是到星宇航空。 那我们这边会认为说这是遵循市场机制啊。云安会讲的这个调查官已经做5档，有空中巴士 A3301执照，负责航空事故的调查，每个月薪水是10万块。星宇航空直接开将近3倍的薪水，和这个调查官决定要动去做技术。超辛苦的，上山下海。 然后之后呢，他还从那个边坡滚落下去，手还受伤。那一般飞机失事可能在深山野谷中有毒刺而猛兽，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悬崖峭壁要爬。云安会调查官上山落海，漫过树林调查交通事故的真相。若无重大意外，工作内容会较单纯，时间嘛比技术较稳定。严格若要讲发展性，技术就赢过调查官。他势必要到民航公司去走一下哪怕是飞个2、3年，飞个1年，他的执照又可以活，又可以5年，他没办法飞了他可能在运安官还可以找个工作可以做星宇航空也回应讲，因为最近买真侪新的飞人机，需要招募大量的技术，那到学校找真侪培养少年人。 嘛咧找有经验的技术，这个云安会调查官是主动来应征，背景符合公司的机长招募资格标准，而且你通过各项竞选的流程了后来录取。强调并不是主动来学这个调查官，只是最近国际航空新的飞人机大部分拢是以空中巴士为主，有空中巴士执照的技术更较抢手。技术若是有云安会甲民事局的相关经验，卖当替因甲未少分数。 Hello， 我是主播王韵竹。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